大家好，我哋係扭左扭右。碧堤半島一路以嚟都係深井嘅龍頭屋苑。碧堤半島嘅一期就2002年入伙，今日就帶大家睇一期兩房嘅兩款間隔，跟住我嚟啦。第一間我哋睇一間低層嘅 G 單位，實用面積524尺，一入門口已經係廚房，有一條小走廊，飯廳同客廳分明，單位向東北山景。好，我哋而家入房間參觀。原裝洗手間冇改過，再入埋主人房，景觀都好開揚㗎。而家我哋睇一個低層嘅 E 單位。我哋先參觀廚房，廚房可做開放式，單位實用面積517尺，單位景觀開揚，向西北望返深井村，單位實用，正正方方。最後睇埋兩間睡房，兩個單位已經吉咗，歡迎預約參觀。最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次見啦。